咁我哋嚟到1號牌魔術師，象徵住創造力。大家可以睇下牌上面咧，有一位魔術師啦，手持個魔法杖啦，並且台上面咧擺滿住呢個權杖啦、聖杯啦、寶劍啦，同埋錢幣嘅，擁有住4大元素啦，象徵住有種無窮無盡嘅一個創造能力啦，甚至係萬事皆有可能嘅感覺嘅。咁其實佢已經係準備充足啦，展開行動嘅時刻咧，終於嚟到啦。咁大家可以仔細睇下啦，呢位魔術師咧，其實你可以睇到係一個非常有自信嘅一位男性嚟嘅。佢企喺張台面前咧，係充滿住一種力量感啦，甚至係一種掌控能力啊，代表住咧其實佢係一種能力啦，或者係意志力嘅意思啦。咁你見到佢手勢上面咧，一個指天啦，一個指地啦，象徵住咧其實係天地嘅連結啦，一啲物質同埋一啲精神上面嘅聯繫啊。咁大家可以見到台上邊咧，其實啱都講啦，係擺滿住一個4大元素啦，權杖、聖杯、寶劍同埋錢幣啦。咁呢啲分別咧，其實就係象徵住風火水土啦，佢掌控自然嘅力量啦，並且擁有各種嘅資源啊。咁喺服裝方面咧，其實你可以見到佢咧就係比較鮮豔啦，同埋華麗嘅，係擁有白色同埋一個紅色嘅，咁象徵住一個活力啦、純潔啦、一種創造嘅能力同埋一種能量嘅感覺啦。咁頭上咧有一個無限嘅符號啦，咁你可以話佢咧係有一種無限無窮嘅一種潛力，甚至係一種創造力，亦都係講緊咧佢所擁有一種無限嘅可能性啦。咁大家咧都可以感受一下啦，其實係魔術師啦，係一個表演者啦，所以咧其實佢嗰個說話嘅能力啦，或者係表達能力咧係非常之強嘅。咁表演嘅時候咧，亦都係講緊需要一啲反應嘅能力啦，或者一種適應嘅能力。佢有一種技能啦，或者係有佢嘅能力啦，去作出表演啦。咁喺表演嘅時候咧，亦都係講緊咧，佢係有一種叫做吸引力啦，或者係一種魅力嘅存在嘅，有一種着眼嘅感覺啦，並且同人咧係會有一種互動性嘅感覺啦。所以魔術師嘅課題嚟講咧，就係強調啦，去行動或者係有一種創造嘅能力啊，提醒你咧，利用你自己嘅資源同埋你自己嘅技能去實現你自己嘅目標啊，創造一啲可能性嘅感覺啦。咁呢張牌咧，亦都係代表緊咧每個人內心咧有一種潛力嘅，鼓勵我哋咧係相信自己嘅能力啦，去創造自己想要嘅嘢啦。你見到佢嘅姿態咧，一個指天一個指地，代表一啲意志力啦，甚至係一種集中啦。咁所以咧，佢課題嚟講，亦都係講緊咧，我哋追求目標嘅時候咧，係要明確一啲方向啦，或者係有一種專注嘅心態嘅感覺啦。喺魔術師嘅正位解讀上邊咧嘅關鍵詞，咁就係講緊咧，其實佢已經係有所準備啦，並且咧係準備好去展開意思啦，亦都係可以落實去開始同埋執行嘅感覺啦，有新嘅計劃啦，一種創造嘅能力啦。咁其實你可以感受到佢係有種主動性嘅，並且佢係非常之有信心啦，有自信嘅感覺啦。佢善於說話，善於交際溝通啦，言語嘅能力咧都非常之強，所以佢係有一定嘅談判嘅技巧啦，甚至係同人有種互動性啦。佢有種能力啦，有種技能嘅感覺啦，反應好快啦，亦都係講緊咧去精通某一啲嘢嘅意思啦。喺邏輯思考上面咧都係非常之強嘅，佢亦都擁有一啲邏輯思考嘅能力啦，並且佢係聰明啦，有一定嘅影響力啦。佢亦都善於表演啦，同埋一種魅力吸引人嘅眼光啦。如果你喺健康方面咧，就係講緊佢神經系統咧方面係會有啲問題嘅意思啦。咁通常我解讀感情嘅狀態嚟講咧，我會解讀就係雙方咧嗰個溝通咧係比較暢順嘅感覺嘅，亦都係講緊咧佢哋需要咧專注喺佢哋嘅相處言語嘅表達嘅感覺啦。如果喺脫單方面咧，我會感覺到佢咧其實已經係準備充足噶啦。其實佢只要踏出一步咧，就有機會係尋找到佢自己心目中想要嘅一啲對象啦。喺感情方面咧，亦都係反映緊咧佢自身係有一定嘅吸引力同埋魅力嘅。咁睇下身邊會唔會本身已經係吸引到一啲異性嘅存在咯。咁最主要咧，我都會係解答咧兩個人之間嘅相處同埋互動性啦，係非常之重要嘅一環啦。咁喺感情方面咧，我自己就會解讀為咧喺關係上咧係需要有一啲信心啦，亦都係講緊咧喺問卜者自身咧係需要有一種主動性啦，去前進嘅意思啦。問卜者自身咧話唔定係有一種吸引力，有一種魅力嘅存在啦。身邊睇下會唔會有一啲對象咧係對佢感興趣啦。如果喺脫單方面咧，其實講緊佢已經係準備充足噶啦，只要佢有一定嘅行動力咧，其實已經有機會可以揾到佢真係中意嘅人啦。咁亦都係講緊咧，佢係需要去展示佢自己啦，或者係要需要去曝光佢自己嘅意思啦。喺關係上咧，最重要就係大家之間嘅溝通啦，同埋一啲互動性啦，需要注視雙方嘅言語上面嘅表達啦。咁如果係工作方面咧，感覺其實咧，我覺得準備有機會可能有一啲升職加薪嘅機會啦，甚至係講緊咧喺工作上邊咧，你需要對自己係有一種信心嘅狀態啦，俾人感覺你係有一定嘅能力啦，並且係比較着眼嘅感覺，或者你善於咧思考，有一定嘅邏輯啦，比較聰明嘅意思啦。亦都講緊咧，如果你有一啲嘢想做嘅話咧，其實你應該可以落實展開嘅感覺啦。
亦都會有一種無限嘅可能性。咁喺逆位方面嘅關鍵詞咧，就係講緊佢有機會係準備不足啦，或者係對自己咧太有信心。咁亦都係咧錯誤運用佢嘅能力啦，佢係一個人啦，口甜舌滑啦，一種狡猾嘅感覺啦，又或者俾人感覺咧佢能力不足啦，不被信服啦。喺人與人溝通方面咧係不太暢順啦，並且佢會感覺迷失迷惘，唔知自己下一步應該係要點樣去做啦，有所猶豫啦。並且喺佢表演嘅過程之中啦，或者係佢所做嘅嘢啦，敷衍了事啦，冇辦法發揮自己啦。咁喺占星學嚟講咧，就係代表水星啦、雙子座啦，同埋處女座嘅。咁如果喺張牌上面咧，你有更加多嘅感受，你都可以 mark 低更加多嘅關鍵詞啦。